不过乡亲啊，人遮尔啊多，安尼人客人都要注意整理哇。高雄市长韩国瑜昨下晡到南投的三仙宫拜拜，有几啊千的民众到场。有一个摊商准备1公尺长的蒜啊，钱柜人群要送互韩市长。活动结束了，发现讲，坑里的威士群2万外块的现金无去咯。啊，同一场的活动，嘛袂少人的皮包啊、甲手机啊，拢去有整理啊、捡去。警方来提醒，要去人济所在，上好是甲皮包啊啦、手机啊啦，坑里的有拉链的地啊底，安尼较妥当。昨下晡，高雄市长韩国瑜到南投三仙宫拜拜，有几啊千名民众伫看热闹。其中一个摊商双手举悬，提选啊，讲要送互韩国瑜。等到活动一个结束，摊商回魂，伊落伫内面，辛苦规工卖烟前所赚的2万几块现金已经无去啊，伊嘛真懊恼。然后我在走的过程当中，我发现有人在摸我的口袋，我回头看了一下，我发现那个男的在摸我的口袋。伊去一个去报警，当时发现共一个场合有袂少人的皮包啊、甲手机啊，互人偷摕去。如果有其他民众刻意在接近或是碰触的时候，你就要有警觉性。对了，这款的场面，警方讲，若是感觉有人刁工伫家己摸，都要提高警觉，而且爱会记真，人济所在，财不露白。物件爱排日头前，也是讲将贵重物件像钱袋啊啦、手机啊等等物件放好好，安尼才袂好捡漏啊有机会下手。